哈佛著名心理學家威廉·詹姆斯曾經講過，人性最深層嘅需求，其實就係渴望被認同、被欣賞。因為對大部分人嚟講，被肯定本身就係一種力量。你有冇發現，當一個人被真心讚賞之後，通常都會變得更有動力，更願意繼續做好件事。心理學上其實有個很重要現象，你越肯定一種行為，嗰種行為就越容易重複出現。例如，小朋友做啱一件事，如果父母及時鼓勵，佢下次通常會更加願意做好。相反，如果永遠只係批評，久而久之，小朋友會開始失去自信。成年人其實都一樣，喺感情、友情、職場裏，每個人都希望自己努力會被看見，但現實裏，好多人成日只留意別人做錯嘅地方，一有問題就批評，一有不足就否定，反而對方做得好時，卻覺得應該㗎啦，冇咩好講。久而久之，好嘅行為冇得到回應，人自然會慢慢失去動力，甚至開始產生負面情緒，因為冇人鍾意長期被忽視，亦冇人希望自己付出再多都換唔到一句肯定。所以有時候真正破壞一段關係嘅未必係大事，而係你有冇看見對方嘅付出？心理學一直提醒我哋，人會透過別人的反應建立價值感。如果一個人長期只收到批評，慢慢就會開始懷疑自己。但如果一個人經常被欣賞、被認同、被鼓勵，佢自然會越來越自信。所以真正高情商嘅人，通常都唔吝嗇讚美。因為佢哋明白，一句真誠肯定，有時比10句大道理更有力量。當然，真正有效嘅欣賞，唔係虛假奉承，而係真心看見對方好嘅地方。因為人與人之間，最珍貴嘅，其實唔係你有幾叻，而係你有冇令人感受到自己被重視。